Hello， 大家好，这边是 Alison 小森。那这次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跑去高雄的 Live House 听鸭的破碎专场。然后，应该是算第一次听这种，应该算独立乐团吗？我这样会不会讲错话？反正，我第一次听。那现场第一次听到那个重金属的音乐，有一点蛮冲击的，不过也是蛮酷的体验。那后面呢，就放一些鸭的帅照给大家看看，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好像对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啦，就是长发控啦，没办法。然后就是他有看到我，我有点紧张，超好笑，我完全不敢跟他说话。然后对，后面呢就放他的歌给大家听一下。我很喜欢前奏，有时候。结束，绝不这样。